来关心一个健康的消息。一个84岁老母，伊的骨头比62岁这个查某囝更较健康，唔知咱乡亲敢要相信？这对母仔囝来做伙到中华病院检查骨质的密度，结果呢，和这个母仔囝两个人拢总真意外。医生讲啊，伊这个查某囝每一工拢坐办公室伫做事上班，真少晒日头，所以讲维生素的 D 都无够。第四讲钙质呢严重的流失，啊，因老母咧虽然讲年纪有较大，不过呢达标有4个要点，因为长期咧做农，逐工咧晒日头。运动过够，无食薰，酒阁无伫啉，所以讲呢，估计唔若比查某囝更健康，甚至袂输少年人。上班的时拢坐伫办公室，休假的时阵，佫无介意去晒日头去食运动，小心你的骨头。中华有一名62岁女子，一当前被诊断出骨质疏松，回诊的时阵担心84岁妈妈嘛有同款的状况，因此带伊到病院检查，结果咧，互医师甲母囝两个拢唔敢相信。没想到高龄80几岁的母亲骨质密度居然是0.4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值，而她本身骨密度依然是很不理想，是一个-4.2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情形呢？详细询问两个人生活状况，医师找到答案。她的母亲大家在一生都从务农，都每天都在外面晒太阳，从事比较出众的劳力工作。若是早囝咧，伊是逐工坐伫办公室咧工作，真少会去晒到日头。维他命 D 嘛严重不足，医师讲骨质疏松唔来造成骨质低息率嘛高达5成。所以长期踮伫室内工作的人，休假尽量到户外，唔通惊晒日头，而且较食运动，才会当减少骨质流失的速度。